有的時代可能有幾啊種慢性病，長期愛食無同款的藥啊，所以用藥的安全是真要緊的議題。衛福部輔導慈善團體甲業者合作，打算為7月份開始，會招53個藥師去台灣各地社區做公益的衛生教育，也有舉辦講座，要來推廣正確使用藥的觀念，讓大家會當留空間食飽字。台灣已經是超高齡化的社會，真濟時段可能有幾若種慢性病，愛長期食無共藥仔來控制甲治療，所以時段用藥的安全嘛，才做一個真重要的議題。有藥師也分享伊佇社區藥局常常拄到的問題。一罐感冒藥水，足多老大人也是民眾一解就啉無完，其實這是唔對的吼，這是愛分做3遍啉。有當時看咧，一解就啉，其實安尼藥量安尼傷濟。社區藥局的藥師是病醫甲診所以外，上晚間長輩的第一線醫療專業的人員。在衛福部的指導之下，17有藥廠甲慈善團體合作，打算自7月份開始，要招53位藥師去到台灣各地社區舉辦講座，向時代推廣正確用藥的觀念。全省70位的藥師還有藥局一起來共善。我也看到城鄉的這種醫療的資源差距非常大，所以我們也會好好的使用這些資源，去幫助真正偏鄉、原鄉弱勢長者的這些用藥以及醫療知識的照顧。更重要的是第一線，因為我自己在以前的經驗，診間說完了畫出來，他就記得一半而已，再回到家只剩下1/4。所以各位社區的藥局是我們最重要的夥伴，那跟民眾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。所以各位所說的話，各位給他的這個專業上的這個建議，絕對是最有效，也是最直接的，甚至比他遠遠在外面工作的孩子更加有效。這個公益的衛教，打算要舉辦67場的講座，會去社區的關懷據點、長照中心，不是干那佇社區，也會去到偏鄉，希望實踐健康賓館，讓長輩會當健康食老。記者郭友基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